但是2030年要推动台湾将做双语国家。伫个学校上大的变革，就是把英文一步一步带入去各中小学每一科的学科，像数学、自然、社会甲体育，未来拢有可能会用全英文来教课。目前台北市已经有6间双语实验的各中小学，学生囡仔为国小1年开始，就进入双语教学的环境。但是这个话阁讲倒转来，台湾要实施双语教学，老师敢有够力？敢会影响到学生学习的成效力？尤其是偏乡的囡仔，一听到讲要用全英语上课，拢真惊吓，因为惊听无。学者嘛提出着质疑，讲即卖偏乡的囡仔，英文的学习已经对都市对袂着啊。若是阁用全英文来上课，恐惊庄脚囡仔会甲都市囡仔愈差愈侪。这个问题，政府拢爱谨慎思考。Jumping jacks 20 times. Are you ready? Yeah! Are you ready? Yeah! Ready? Yeah! 比较只向老师甲小朋友做伙开合跳，因一面算，嘴内数怪，毋是1、2、3、4，就1、2、3、4。全班小朋友做伙开嘴讲英文，但是这个所在毋是私立的英语补习班，是台北市怀生国小1年的体育课。Roll the ball around your waist. Waist. Okay, it's easy. Yeah, easy. Can you do it? Cynthia, can you do it? I can do it. No problem. Can you do it? 一个体育老师，一个英文老师互相配合。这节课小朋友因所学的是运球，为着要互因培养球感，先用排球伫这有的所在设因箍啊。练习球无落地，才个渐正式的教囡仔原地拍球、甲运球。With two hands and walk. Bounce and walk. Bounce and walk. 1, 2, 3, 4. 甲单词融入课程的游戏当中，互囡仔英文讲甲自然。怀生国小队107学年度开始，加做台北市的双语实验学校之一。小于新鲜，一礼拜有23节课。其中1/3，也就是有8节课，拢是双语课程。除了原本的英文课以外，像健康、甲体育、音乐、美劳、自然加生活综合课，拢用英文授课。对着专业的老师是一个未小的挑战。一开始其实蛮有压力，因为就是会不太敢说出来，不太知道怎么表达。那刚好也是借由跟那个英文老师共同备课的方面，就是也顺便请教，顺便自己也是练习跟精进，让它更流畅一点。就是负担很大，但是一方面我也觉得蛮有趣的。像去年教音乐啊，我也觉得哇，我学到好多音乐的知识。就是以前好像上国小音乐课都没有这么认真，以前上国中好像音乐也没有学到这么多，反而自己学到很多。所以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充实自己的方法。以这节体育来讲，双语教学的难处就是体育老师唔捌英文，英文老师唔捌体育。我讲在这摆阶段是双师共同备课，互补不足，达到相辅相成的结果。对着学科老师来讲，嘛算是当精进家己的一种方法。目前双语教学对小开始试办，大部分用的是智能用语，英文难度无悬。但是老师担心，若是未来教高年级的，无共科目愈来愈多专业词语，到时阵要安怎？因为照理来说，其实在国外啊，他们在做双语的，他们在做百灵国，在做 CLIL 的，其实都是学科的老师他们下去教，因为你才会教到最精实、最专业的知识内容。那语言老师你只是在旁边加上语言的协助而已。所以其实如果我觉得我们真的要一直这样走下去的话，其实由学科老师来教是比较 OK 的。目前台北市推动双语教育有3种模式，第一种是英语节数的增加，像小1、小2每礼拜2节英文课，比起其他县市较多。第二就是英语融入无同的科目，像电脑、英文等等，互学生每礼拜平均加2节课会当讲英文。第三种就是双语实验学校，106学年度开始试办，有2间国小加入，107学年度加3间国小、1间国中。到到108学年度，也阁有5间国小加入。以怀生国小来讲，107学年度开始办双语，未来逐当增加一个年级。
一直到甲112学年度转校到正做实实在在的双语国小。大部分的学生，就是73%到80几的学生，对用英语来上课是比较不会担心的，因为小学1年级他们进来上英语课，他们觉得说英语是快乐的。95%的家长其实是肯定，老师在英语教学的过程当中，孩子在这样的课程当中对知识的学习是没有障碍的。比较不容易的是93%的老师是肯定这样子的教学方式。希望全面会当用英文思考，好囡仔学英语了后咧，会当用、会当讲，而且融入生活、甲工作场所，甚至带动台湾甲国际收接。以台北市试办双语学校，2017学年度有900万的预算，包括聘请外师、计划课程教材、研习甲双师共同上课重点费补助等等。各是各样的支出，一个学校大约一档有150万的补助经费。不过，并不是每一个学童拢像北市的学生这么幸运。Each of one. Who's getting the marker? Good. Great. I'm getting the marker. 老师讲中文、英文，透过分组方式，和同学交流互动，吸收课本顶面的单字甲字句，而且嘛播送动画影片，让囡仔更加了解。这就是有来国中7年级的英语阅读课，校方请来新北市英语辅导团，有22档较有经验的老师前来授课，嘛和校内英文老师做为讨论课程的编排，希望囡仔快乐学习英文。别的孩子可能因为没有补习，所以其实在教学方面他们会更专注。可是另外一个部分，他们能够接受到的英语的媒体呀，或者是其他的东西，就相对比较欠缺，所以就会产生比较多的阅读问题。有来是新北市唯一的原住民地区，学生大部分拢是泰雅族的，像有来国中小，一个年级只有1班，单升上国中7年级这班只有12位同学，全校有超过60成的学生来自弱势家庭。资源的部分，我们在经费上可能比较不足，然后在师资上的这个聘请的话，我们常常往往教师甄试都要1聘、2聘、3聘，可能要聘到开学之后才能够聘足。偏乡的囡仔资源欠缺，加上教育观念城乡差距，想要让囡仔英文提升，校方是加紧脑汁，会当不断的争取资源。像2018年10月到12月，有来甲政大合作，和外籍学生来教国小学生的英文。这天嘛，请来新北市英语辅导团，甲校内师生研习。因为乡资化招生不足，学校已经面临极大的困境。讲到未来要执行双语教育，学生甲老师拢感觉有困难。数学，然后或者自然或社会都用英文上的话，你觉得你会怎么样？崩溃。会不会崩溃？不行吧？为什么？可能有别的同学会听不懂之类的，就是我自己也不会这样。以后你的自然课都用英文上了，没有别的。我就转学啦。如果讲很多我听不懂的话，我就会考试考很烂。你会害怕？对。双语可能会对学英文这件事情有帮助，但是对于学其他的东西的部分的话，那其实还是要看我们社会的环境。我们社会现在英文有常常在说嘛，所以我想这就是答案了。对，用英文去教他们思考一件事情，可能就会，我觉得要花时间啊，这要花时间。如果从国小开始扎根的话，会比较好。对，如果从国中还开始教的话，其实会有一点要再花更多时间。对，我觉得有点困难。为了达成双语国家的目标，教育部祭出加速教学生活化、课程英语认领资源等5大政策。嘛拟定全英语教育师资培育计划，达成4档来培育2000人，12档会当达到5000名师资的目标。不过专家嘛提出5大质疑，包括可能影响学习效果、城乡差距是不是愈大，是不是有充足的师资执行，科技已经会当即时翻译，是不是还阁有需要浪费资源？就算专门进行双语，咱敢真正有适合的环境？很多人对英语教育的想象，并不是单纯的提升所谓的沟通能力，而是包括所谓的一个英美文化的认识跟思维。我们真的要植入所谓的英美文化。如果回过头来就说，如果我们只是要把它提升沟通的能力的话，不用每个孩子不用全面性的去让每个孩子都去学所谓的双语。
2017年各国的多益成绩，满分是990分，台湾学生平均是544分，在47个国家当中排第37名。虽然是比香港、日本甲越南的国家较好，却是比中国甲韩国较差。政府努力推2030双语国家政策，网络民调7%表达支持，反对的只有1声人，迄是专门对提升下一代英语能力高度期待。但是具体执行安怎克服师资不足的重大难题？为何英语冲击着专业人才，同时落实资源分配，消除城乡差距？有案需要提出更加多配套甲务实可行的做法，才袂互双语国家沦为口号。